班啊，普通係按客家人習慣南海一種做法啦。尤其按去到客家種嘅時節，雜得蔬菜做嘅班啊，個口味是完全冇同樣哦，非常嘅有特色。客家人啊，打班啊一定有佢自家嘅秘方哦。佢用班做口味啊，普通是係季節嘅變化啦，韓國嘅收穫有乜嘅？有蘿菜脯啦，韓國誒嘅菜頭啦。好，基本上洋班來報道本地版，韓國洋班人來吹，洋班人來水火，咁樣做出來版啊，ยัง為好食，ยัง為正。老人家傳承本來嘅做法啦，一定來記起來，做出來版ยัง為老，較早同樣哦。材料來講啊，客家美食啊，是平常時因三川嘅盤啦，所以講種天是鍋啊，割鍋打板跟米嘅選擇，韓國種米種鍋，割鍋割好嘅時節啦，佢咩嘅天咩講不佢放嘅，媽媽爸爸為咗該種番薯啦、菜頭啦、胡啦、韭菜啦、風蔥頭啦、薑媽，韓國啊，佢野生沒有韓國熱湯啦，韓國貴族筍啦，當多東西，佢平常時種了啲東西啊，是個味道，佢愛見阿公婆愛潮汕來運用，所以講熱湯腦當好哦。客家版啊，從造型來講啊，貴農倉嘅版啊是最好做，乃是愛做貴農倉嘅版呢，尤其過年過節啦，因為子午轉來時節團圓啊。來做個大農倉嘅版啊，是最佳噶，個分量未到，但是啊，個水分較多嘅時節啦，你是會用碗來吹，因為佢客家。好，個用碗吹好嘅版啊，又簡單，大出門啦。爸爸媽媽做時之節含奶包，再做點心，做營養飯嘅菜包，未方便。韓國5月節嘅時節啦，一定要做乜呢？大宴嘅辦粽。韓國半夜班啊，去做呢熱花餅啊，熱花餅咧，佢係點個風色的點風色的，韓國嘅鮮有醬，跟那是健身啊，是算還有心意哦。雖然係普通的班啊，按來發動到時間去研究去做，然後啊做出來班啊，還有心意哦。